个是台北市议员徐卡心，伫面册来指控着民进党为性骚扰道歉拢是假的，因为伊发现2个性骚扰的惯犯，拢搁回到台南的政界咧发展，市长王伟提供会调查到底。另外，民进党的议员颜玉芳嘛，互离职的员工来指控，讲当初家己拄到性骚扰，颜玉芳承诺会互对方甲道歉，但是一直等到最后一刻，伊来离职，也是等无到一句的道歉。针对这指控，颜玉芳是马上伫面册回释的。性骚扰这个部分是，不管在各行各业，它都是必须是零容忍的一个状态。顶礼拜四，伫媒体面头前话讲对性骚扰零容忍，严格煞有前员工出面来听台。捌伫服务处上班的女子表示，家己伫咧办公室去防性骚扰，想要到主管煞表示讲，人只是家己当作是小朋友啦，唔茫想要紧。后来颜玉芳卡来，被害者认为对方真有技巧，甲讲，我袂爱你，莫放伫心内，因为代志已经发生啊。答应讲会甲加害者甲警告，而且要求回释的。严格被害者说讲，到离职进前，连一句歹势都拢无。颜玉芳马上伫咧面册顶悬来回应，讲这是5、6年前的代志。虽然家己当时有甲受害者讲唔免吞论，嘛要求加害者来回释的，严格处理的结果明显有不足的所在，造成受害当人的阴影，伊会家己检讨，而且感觉真歹势。严格仍然性骚扰也未结束。感谢各位上线观看台南市 COVID-19 防疫记者会。主持记者会是经台南市会副发言人黄发现讲，因为性骚扰来离职，今麦走去做台南市议员助理，这就互国民党的民代来质疑，有关是无权无势。民进党跟台南市政府，他把造浪者变成造狼者，再说要让所有人上性平课程，请问黄伟哲该不该去上性平课程？虽然他已经不是本府的员工，但是裁罚还是应该做，因为他发生事情有一部分是在。台南市政府徐卡心搁在亚了，即卖台南市新闻局劳成的员工，较早伫咧台南立委的办公室，严格因为有传性骚扰的相片去互报道，离开了后嘛真紧都有新的头路。局处自行招考，约聘雇人员，也不需要经过市长面试。所谓的招考是透过面试。那你透过面试，你还让这样子的一个性骚惯犯可以进来，不就是台南市政府的默许吗？政坛 Me Too 也搁咧继续炭烧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